Hello， 粉絲們，我揾到好嘢咧，要介紹你食啦。嗱，而家咧你嚟唔使去北京，你就可以食到北京烤鴨啦。咁諗翻咧10幾年前咧，去到北京要食一個好有儀式嘅北京烤鴨，我好記得3食，因為呢個係一個國宴菜嚟嘅。但係而家咧喺馬來西亞，你同樣一樣可以享受呢一個國宴菜，就係北京烤鴨。咁今日我就要帶你嚟呢個鴨之味，去享受呢一個美食。哇！呢個北京鴨咧，我同你講咧唔簡單。第一，因為係香港師傅咧傳授嘅。咁第二咧就係用緊呢一個櫻桃鴨啦。所以呢個櫻桃鴨嚟講嘅話咧，哇，係嘅嗰個瘦肉嘅香味咧佔咗70%先。跟住最緊要咧係絕對冇鴨騷味啊！嗱，咁接埋我就入去同師傅嗰度咧睇一睇佢點樣做。哇！原來個工程咧係好麻煩嘅。點樣麻煩法咧？嗱，第一啦，你要攞個鴨 ，OK， 你去解凍啊！因為呢啲櫻桃鴨 ，OK， 全部咧都係要飛過嚟馬來西亞嘅。咁飛過嚟馬來西亞呢一種櫻桃鴨嚟講嘅話咧，你要解凍啦。解完凍咗之後咧，浸一浸熱水，要放嗰啲秘製嘅嗰啲藥材啊！咁呢啲藥材嗰啲秘製嘅材料咧，就係香港師傅咧傳落嚟㗎啦，所以你可以食到咧呢一種香港嘅老味道啊！嗱，after咗之後咧，你唔好忘記你仲可以風乾，風乾要超過1個晚上，跟住越乾，佢個皮就越脆啦。真係再經過咧喺你嘅烤爐做出嚟咧，呢一個咧就係北京鴨啦。咁呢一個北京鴨咧，哇！而家烤咗出嚟咧，咁我嚟咧就有一個嗌做一鴨3食。嗱，咁呢一個咧就係保留傳統嘅做法，但係咧有創新嘅食法。而家咧就要表演，要呈現俾大家啦。咁大家嚟食呢一個北京鴨咧，你就會揾到唔同嘅一種體驗啦。手燙片皮一鴨3食。嗱，而家咧第一種食法就係嗌做魚子沙律片皮鴨啦。咁咧呢一個咧，我同你講係一個創新嘅食法。等陣咧，你一食落去嘅口感咧，哇！大人細路哥老人家都一定中意。食鴨咧一樣可以食到咁有儀式感嘅。第一道，哇！呢一個魚子沙律片皮鴨，哇 ！OK， 咁你又做好咗啦。哇 ，thank you。哇！咁你睇唔睇到啊？哇，個皮，哇！一睇落去咧幾緊要光鮮。嗱，呢一個食法咧就係保留傳統嘅方法，但係咧由新式嘅煮法啦。哇！你咁樣攞上嚟，第一咬落去，你又食到咧嗰個鴨皮嘅香味啦。OK， 跟住再加上咧下低咧係沙律。粉絲們，我食咗第3隻咗咯。點解咧？嗱，佢特別咧就係咧入邊咧，佢仲有一個咧日本青瓜同埋哈密瓜，所以咧呢個沙律咧再配上一個薯片，哇！你一咬落去咧，佢成個嘅鐵盒咧係一個真係好唔錯嘅一個好有創意嘅開胃菜。同佢講咁嘅切法，食落去咧好有飽足感，唔會好似出邊嗰啲細細樣咬落去冇感覺。如果你一咬落去咧，個鴨油一咇出嚟咧，成個嘅香味，再配上嗰個沙律咧，哇！真係值得推介你嚟食。而且你唔好忘記喎，呢度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你4個人嚟食，一人咧食2片，所以第一一定有飽足感，仲有可以食到色香味俱全。嗱，第二道就係要認識咩嗌做摩摩皮啦。嗱，呢一片咧就嗌做摩摩皮，因為咧呢個摩摩皮咧就要包住咧呢個片皮鴨嘅鴨皮，咁咧就係我哋傳統咧食北京烤鴨咧呢個最重要嘅呢個傳統美食啦。呢一道美食咧，北京烤鴨咧係喺元朝到我哋嘅明朝到清朝，所以咧
皇帝都食㗎，所以係屬於國宴嘅一道美味佳肴啊！所以粉絲們，你一定要過嚟體驗一個咁有歷史價值嘅美食。嗱，呢個摩摩皮咧，你要睇一睇係配上咩咧？就係師傅咧特製嘅一個甜醬，係同出邊唔一樣嘅。放啲黃瓜，跟住咧一個脆皮，跟住咧就係包住。呢一個食法咧，我同你講，由我10幾年前去北京食第一次品嚐，到依家我仲記得。我哋就一齊翻去北京，多謝。哇！而家咧就試喺個摩摩皮，哇，配上咧呢一個烤鴨皮啦。哇！又唔同嘅體驗。咁咧呢個咧你一食咗落去咧，你就唔似芝麻嗰個咧食落去比較有飽足感。呢個咧反而咧係品嚐嗰個鴨皮係個脆香，再加上呢個摩摩皮，正啊！